鸡冠，对，我给我。鸡冠。你也加一只，你也加一只。啊，这单做偌久？哦，快50年哦。啊，大家要恁爸爸。哎，爸爸哎，都无用的。哎，你们看哦，应该是啦，色地啊，拢是差不多应该，是用天然的蔗糖，天然的，徛伫个遮片就足香啊呢。系啊，糖比较就胖。伊这叫蔗糖的香味啊。好啊，哎，咱随边啊一个所来食。好。安娜，哎，安娜，伊这鸭血哦，含北部的口味不太共。有南部的口味，伊是软的迄种还是 QQ 的？软中带 Q。我靠雪花切，一点就雪花，啊唔免加物件，安尼直接食就做。都边玉我快生意家好。啊，小天后拢食这个鸡冠。嘿，我都喜欢吃鸡哎，冠。你哪敢食这啊？鸡冠，鸡冠是啥念知啊？胶原蛋白呢？鸡啊，宾馆呢？那咕咕的呢？啊，迄食一咯。做好食，你要食一个无？你哎，那鸡冠啊，你干嘛包括鸡冠？哎，很好吃，就好食的。经典呢。老饕口味。哎，有影好食。哦，伊这烟熏味个愈明显。哎呀。